歡迎大家翻返嚟新加坡國際保齡球公開賽啊！睇咗女子方面點樣出現咗冠軍呢？我哋就睇男子組方面啦。其實個做法個賽制都係一樣嘅，家人。咁啊，優秀賽頭16局出咗4個球手出嚟，咁分別就係中華台北嘅鄭朝友啦、印尼嘅拉里桑啦、馬來西亞嘅洪顯龍同埋泰國嘅耶卡森。啱啱見到呢個就係泰國球手耶卡森啊！咁首先呢，亦都係啦，2、3、4名要打一局，然之後贏咗嗰個呢，就可以晉級同第1名打嘅。咁即係話咧，由阿洪顯龍啦、拉里桑啦同埋耶卡森啦3個去打一輪先，贏嗰個先至對住阿鄭朝友啊。不過咧就值得一提就係拉里森咧就頭嗰8局打完之後，其實麻麻地嘅啫。係啊，跟住就犀利啊佢。其實頭8局打完佢只係排30嘅啫，但係第2日啊，尾嗰8局就真係好犀利啊！8局打咗1800幾分啊，咁就即刻上咗嚟啊！結果呢，就亦都喺第1輪嘅梯級賽贏咗，咁啊就可以同呢一個中華台北嘅鄭朝友就打到呢一個決賽啊！鄭朝友今年就32歲啊，有15年嘅經驗㗎啦。咁當然亦都係東亞運動會咧嘅獎牌得主嚟嘅。佢同李曉平一樣都係打飛碟球㗎。咁由鄭朝友首先發球㗎。打剩一支。咁頭先即係相比起啊，同李曉平相比，佢嘅球速係快好多㗎。咁始終男仔嘅力量係多啲，但係見到跌一跌波喎，啱啱出嗰一下，咁亦都係影響咗佢個準程度㗎。咁啊，唔好彩啦，即係支5號偏就冇俾其他偏整冧。之後就要保重啦。冇問題。保重係啦。呢邊呢就拉里桑呢就29歲啊，佢亦都好有經驗喎，16年嘅經驗啊。好犀利嘅一個球手啊，亦都係好出名嘅。咁啊，嚟自印尼嘅。佢就同排名第1㗎，佢印尼方面就係啦，但係同頭先其實都幾似啊，因為頭先個決賽啊係一個飛碟球嘅球手對一個曲球，咁而家亦都係啦，咁啊拉里桑係打曲球嘅。咁啊多咗啊，你見到都幾厚住，所以其實會開窿嘅機會都幾大，同埋尤其是你見到呢。佢勾個波嘅時候勾得好多，所以變咗呢，佢過咗 break point 之後，其實亦都係起得好快啊！睇下佢直情係喺頭篇嗰度入去㗎，咁就所以會有個分屏嘅，都幾難搞嘅一個分屏啊！都主要選擇打3支啦。係啦，即係多1分得1分啊！我一開始有個窿，確係有個叫做麻麻地嘅 start 啦。同埋尤其是佢呢一類呢，即係個波好多轉數嘅球手呢，落到呢啲球度其實都幾難搞啊！好彩有一個傳中啊！因為呢條球度都講過啦，準程度要好高啊！變咗你越多轉數個波呢，咁啊對於個球度變化呢，就真係越大啊！好難可以揾到一個好啱佢嘅傳中位嘅。其實呢個位都唔係太靚嘅，薄咗少少噶啦。不過就其他偏亦都係可以即係拱冧晒後邊嗰啲嘅。咁其實佢要再繼續去揾一個最靚嘅傳中位嘅。佢而家呢2球都未算係揾到一個位嘅。2個都開局嘅時候都麻麻地。到係鄭朝友啦。其實呢個位呢就歪咗少少啊，所以亦都係留咗支8號。因為見到啦個波撞埋喺頭篇之後已經飛咗埋去右邊啊，所以變咗8號篇就企翻喺度。不過唔緊要啊，即係飛碟球嘅
要保中一支偏，其實都幾穩定，因為真係唔會受到賽道嗰啲油影響到佢個波啊。接住落嚟要再打第二3球啦，即係第3格。即係起碼比對手拉利桑嚟講咧更加好，因為佢一開始已經斷咗先啦，一個窿，佢就2個保中。而家佢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傳中啦。9支剩翻7，佢自己都搖下頭啦。應該對於動作上有啲唔滿意啦。其實見到佢呢出波嘅時候，好明顯地佢隻手係好夾硬咁樣發咗啲力啊。咁我哋就會講呢啲就係其實可能有機會係一啲死力嚟嘅。咁啊，對於個波當然係有啲唔好噶啦。5星嗰篇冇問題嘅，暫時都未有傳中啊。係啊，3格一樣，都係9支跟住保中咁啊。拉利桑呢就第一格更加係叫做唔理想，咁啊而家希望連續2格呢就可以好啲。因為其實佢哋呢2種唔同類型嘅球手，其實佢哋打嘅時候，佢哋個球道呢幾乎係冇重疊啊，所以其實可以話呢，佢哋真係要靠自己，即係打好啲自己嘅話，就會贏。哎呀，漏咗支10號篇，都係未有傳中啫嘛。係啦。因為你見到即係頭先見到飛碟球呢，落球嗰個位比較中間，而曲球係佢係右手去右邊落啦，基本上冇重疊嘅。佢出球係唔會影響到條球道，唔會影響到對手個表現嘅，所以靠打自己嘅啦，都係。都係一樣啦，要保重。因為睇翻啦，之前優秀賽呢，即係男女嗰個分數方面，其實個平均分好接近。咁即係話呢，其實喺呢條賽道上邊，特別有 power 嘅球手，唔代表係有着數，即係反而係我頭先所講，佢哋要好準咯。準嘅方面，其實女嘅球手反而會比男嘅球手可能會好一啲嘅。所以頭先見到反為好似幾多傳中出現啦，女子決賽。因為有時佢哋想個波有 power 嘅時候，反而你好難控制佢落嗰個位咯，會有機會有分別啦。啊！呢個波厚咗其實好多下嘅，不過好彩有一個傳中，我睇一睇慢鏡。因為見到其實個波好快已經起咗，好快入去，所以其實會厚咗。但係好彩，其他偏嗰個角度亦都係撞冧晒之後嗰啲偏嘅。佢每2格就有一個傳中，暫時傳送數字佢好啲啊。但係其實都幾難打，你見到拉利桑係佢之前咁多球啦，亦都係過晒龍㗎，即係都係入唔到個 pocket 位嘅。都係偏去頭偏多嘅，所以其實佢要一路再褪位咯。如果唔係咁樣，即係好彩就會傳中，唔好彩就分平嘅啦。鄭朝友，哇，靚啊呢球！左邊落去，然之後斜線去到1-3位，加上呢一球啊！個 slide 又做得好好，所以其實個球速亦都係快咗嘅。你見到入嗰個位好靚，好有一個傳中啊！好嘅開始啊！係啊，3個保中，1個傳中，起碼即係會比拉利桑高分少少啦。好快！今次又係好似第一球咁樣，剩翻支5號添嘅。呢一球就反而冇頭先嗰球咁好啊！見到係死力多咗啲嘅，同埋因為佢可能即係太心急，其實早過頭先出少少啦。
佢 follow 嘅動作有啲似打武術咁樣，真係好特別。都係鄭潮有發球。9支補中。之後就到拉利桑啦，拉利桑都要繼續騰位揾翻佢個傳中位先嘅。傳中佢就試過2次㗎啦。同埋因為而家呢，頭先見到佢個波呢，即係球道個尾段比較乾啊，反而佢呢啲咁高轉數呢，個波會好容易過咗籠咯，即係比較難預計嘅。褪咗位啦，但係都係漏咗一支8號偏。其實佢呢一球比上一球呢減咗一啲轉數㗎啦，已經，因為佢都知道會太易過籠。